多謝主席。嗱，主席，我想指出咧，就三跑嗰個工程咧，喺概念上，當然即係大家覺得有一定嘅需要咧，機場嗰個擴展。咁但係你擴展之餘，都要考慮好多因素。一來就係有冇其他可行性嘅方案；第二就係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咁第三當然即係嗰個環保嗰啲問題再處理啦。家下已經有人進行司法覆核啦，亦都唔排除稍後有其他啲人進行司法覆核，有關呢一個嘅財務安排有冇違反呢個公共即係理財條嗰個條例啦。咁但係涉及到成本效益嘅問題，我覺得即係立法會呢個公務小組呢個人事編制委員會處理有關人事嘅時候咧，冇理由唔處理嘅。大家記得當年新機場興建嘅時候咧，即係機場即係都係得600幾億咧，都引起呢個嘅北京好大嘅關注。咁好多嘅政黨、好多嘅議員，特別民建聯嗰啲咧，係極為咧即係質疑同埋嗰個憂慮嗰個財政成本效益嘅問題，會唔會係即係我請客你付鈔咁樣樣？家下亦都係同樣問題出現嘅。如果你講成本效益同埋財政所面對嘅危機咧，三跑所表現出嚟或者所顯露出嚟嘅問題咧，絕對比當年赤鱲角機場興建嘅時候咧係更加負面同埋更加差嘅喺財政上。你一條跑道已經即係其實半條跑道嘅啫呢個。我當初就話1/4啦，最後政府提供資料顯示咧，其實係得半條，因為某啲方向、某啲時間咧係唔能夠飛嘅。咁所以即係你究竟嗰個財政嘅成本效益，我記得當年機場興建嘅時候咧，政府喺各方面嘅壓力之下咧，就提供好多資料嘅。關於整個機場即係嗰個財務計劃收支嗰個嘅情況、建築成本同埋即係嗰個營運成本跟住就睇個收入。咁佢分開即係低、中、高嗰個嘅財務即係嘅評估，好嘅情況下幾多年回本，差嘅情況幾多年回本，即係好清楚嘅啲資料。同現時政府呢次嗰個三跑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即係回歸之後咧，政府就好似越嚟越變成一個嘅黑盒，係嘛？你冇鎖匙就開唔到嘅，啲資料就喺晒裏面。即係立法會咧，啲議員亦都冇興趣去開呢個黑盒，去掌握啲資料嘅。淨係我哋呢啲反對派，我哋呢啲激進派，透過議會去問咧，就永遠咧，即係石頭裏面鑽唔到血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導致到你家下要夾硬要過咧，我哋有能力嘅一定否決你啦。但係如果今日就算人事編制委員會否決到，喂，等同放生政府嘅啫。人事編制否決，政府就直上財委㗎啦，都試過啦，係嘛？做咗下就習慣㗎啦，係嘛？開頭嗰陣時就1、2個特別例子，你有先例嘅話咧，就等同開綠燈。咁所以人事編制委員會否決咧，就等同贊成票。俾政府直接上財委，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係逼我哋拉布嘅啫，你咁樣做法係嘛？你明知呢個問題咁爭議性，又冇做任何游說，又冇做任何進一步嘅解釋，喺呢個啱啱有司法覆核入咗呢個即係申請嘅時候，你就夾硬要上嚟話要開委，你可唔可以參考翻？你可唔可以參考翻？即係我今日在座嘅官員未必有能力答啦，亦都未必有咁嘅權答啦，係嘛？政府梗係要做呢一個嘅黑箱就黑箱，做黑盒就黑盒㗎啦。你會唔會就翻呢個嘅整體呢個三跑嗰個嘅具體財務建議？當年咧就有呢一個顧問公司做一個研究，好清楚，所有資料係攤晒出嚟俾我哋睇嘅。有啲就寫明 confidential 添，唔可以公開嘅，係嘛？當年我睇報告都睇到唔知幾多萬通宵啦。係嘛？有啲就環保報告，有啲係財務報告，有啲就運輸報告，有啲就即係各方面嘅報告，好多報告嘅，好多顧問研究嘅，一沓嘅。加好多時咧就2頁紙就講晒成即係全部嘢。你會唔會將公開所有嘅顧問報告同埋關於財政報告方面參考翻呢一個嘅即係呢個赤鱲角機場嘅情況咧，係公開晒所有可行性嘅財務研究咧？秘書長唔該。多謝主席，多謝陳議員嗰個提問咧。大家可能都記得咧，其實喺3月下旬嗰陣咧，機管局總裁林天福先生咧，其實係去過經濟事務委員會咧，
做簡報嗰陣咧，我同你講報告啊，你唔好同我講啲公關説話。陳偉業啊，請秘書長答咗你先好嘛？唔係佢喺度都講公關，所以我問佢可唔可以聽你肅靜啊，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問佢報告，佢就講其他嘢啊嘛。我問佢你可唔可以提供啲報告？你唔好同我講機管局講過啲乜，我知嘅，我係經濟事務委員會成員。你可唔可以陳偉業議員啊，公開啲報告？你時間夠啦，俾佢答埋你先好冇？佢簡單答得啦，公唔公開啲報告？主席，我好簡單答。當機管局嗰個財務安排，佢而家係再修訂好之後呢，我知道佢哋係打算呢係會向社會人士同埋立法會呢做一個好詳細嘅報告，同介紹佢哋嗰個最終個安排會係點。咁如果咁，你暫時撤回呢一個。陳偉業議員，你時間夠唔該？發言4分鐘時間。主席，我唔再詳細拗啦，即係我個意見多次講得好清楚。主席，我按議事規則32就分呢個議程提出中止待續。好，陳偉業議員提出32嘅中止待續。陳偉業議員，你有冇嘢講？主席，我簡單講幾句，就向泛民嘅朋友解釋，因為頭先我冇時間同佢哋講。因為泛民就想就翻呢個議案投反對票，但大家都知道咧，你喺呢個公務小組又好，人事編制委員會又好咧，你投完反對票咧，政府係夾硬嚟咧直上財委嘅。即係你投反對票，雖然否決咗，但係實質上你係放生咧，就令佢可以直接上財委。所以你中止待續有個好處咧，我呢個委員會一日泛民夠票咧，你一日即係過唔到咧，你一日都要再上嚟。咁我起碼拖到你9月後你再上嚟呢度，我再同你玩拉布，起碼拖多你半年時間，係嘛？如果今日否決咗，佢可以7月之前咧就上財委咧，休會前上財委咧，就等同係放生㗎啦。咁當然我哋去到財委可以再拉布。咁所以主席，即係今日既然夠人，我唔再講嘢啦，我正式用32提議中止待續。好，唔該。有冇委員就呢個中止待續嘅議案要發言？每位委員係有3分鐘時間。冇委員要發言，咁我將呢一個嘅陳偉業，你仲冇最後有冇嘢講？政府有冇回應？主席，我簡單做一個回應啦。呢3個位嗰個令佢再開翻呢，事實上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迫切性嘅，因為姑勿論大家對三跑系統本身有咩意見，或者希望機管局喺邊方面做得好啲，留意多啲。基本上嘅問題就係我哋政府運房局係需要有適當嘅人，有適當嘅知識嘅同事，先至可以配合到或者回應到立法會呢方面嘅關注。而家嚟講呢，我哋根本係綁住一隻手呢，或者少咗一隻手呢，去到做呢方面嘅工作。咁呢方面對大家嘅關注呢，係起唔到一個即係積極嘅作用嘅。所以我希望咧，大家其實都係會支持我哋開到呢3個位，令到我哋有足夠嘅人手人力去配合大家嘅工作，去積極咁咧係回應翻去大家嗰個關注啊！多謝主席。好，唔該。陳偉業議員做咩講？冇。咁我而家請就呢個議案咧係付諸表決。呢個議案咧係本委員會決定終止議程項目 EC/2015-161呢一個項目。贊成終止待續呢個議程嘅委員請舉手。呢個記名點票。咁表決鐘響起5分鐘，唔該。開始表決。喺我宣布表決結果前呢，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嘅表決結果。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票結果。表決結果係呢，有19票贊成，有12票反對。我宣布呢個議案係獲得通過嘅，所以我哋要進入下一個嘅議程項目。